抖音。抖音。坐上那动车去台湾，就在那2035年，去看看那河岸一站，还有那真迹。抖音。已经没有人了，已经没有人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刚在对面上个卫生间，然后看到这边有一个公交车站，旁边一个公交岗亭，我们到跟前去看一下，里面现在还有没有人了？人撤走了，人撤走了，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岗亭，人已经全部撤走了。可以看一下这个岗亭的后面，就是下潜用的凳子跟椅子看着。可以看一下这个附近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个公交车站等车的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看这么偏这么远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交车站，这是哪一个位置？现在看见的应该是对，是72路车，本站叫启蒙山街，这个在西三这么偏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，为啥设立公交岗亭就应该撤走？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，这个钱真是没。